人呐，能爱就爱吧。几十年之后，一个石碑就是人生的终点。你站你的，我立我的，再好用的 QQ， 再好看的朋友圈都看不到了，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在服务区了。人呐，能聚就聚吧。几十年之后，一个土坑就是人生的归宿。你躺你的，我睡我的，再方便的微信，再好用的陌陌，都搜不到附近的人了，因为我们都已经没有流量和 WiFi 了。人呐，能逛就逛吧。几十年之后，一个木盒就是人生旅游目的地。你握你的，我握我的，再美的风景，再浪漫的季节，都感受不到了，因为我们都被孝顺在一个不到50公分的黑洞里。人呐，能吃就吃，能喝就喝吧。几十年之后，就算你还坚强地活着，也是鼻气咸水的。再香的美食，再好的营养品，再纯的美酒，也是想吃咬不动，想喝咽不下，就连最好的酒也品不出味道了。人呐，要相互珍惜，见一面少一面，吃一顿少一顿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。不要争执，不要斗气，好好说话，相互理解。世上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，弄丢了上百度也找不回来，上搜狗也搜不到了。人生就这几十年，尽量少留下点遗憾。点个赞，再分享出去嘛，爱你哦。